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一位行医超过30年的家庭医师。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医学真相：变老不代表变弱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血液就像高速公路，而肌肉就是在上面奔驰的车辆。当车子变慢了，不是因为公路老了，而是因为我们停止开车了。很多人过了50岁，就默默接受自己的无力感，爬楼梯会喘，提菜会抖，蹲下去站不起来。但医学研究已经证明，只要每天运动15分钟，骨密度可以改善4%到6%。这是哈佛健康出版社在2022年发表的数据。可是如果你现在关掉这支影片，可能就会错过唯一一次能让身体恢复力量、找回运动记忆的机会。我不是在吓你，而是以一个医师的良心告诉你，肌肉流失是可逆的，但前提是你愿意花15分钟开始行动。而且我要跟你保证一件事，你不需要去健身房，不需要买任何器材，只需要你的身体。还有3个经过科学验证的动作，这3个动作我会一步一步带住你做，让你在家里的客厅、阳台，甚至是办公室都能安全又有效的训练。别忘了订阅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为你准备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收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数字0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在进入动作之前，我想先帮你理解一件事：为什么过了50岁，身体会开始变得无力？根据美国老年医学会的研究，50岁之后，我们每年会流失1%到2%的肌肉量。这个现象有个专有名词，叫做肌少症，英文是 sarcopenia。你可能觉得才1%、2%，听起来不多啊，但是10年累积下来，就是10%到20%的肌肉消失了。而肌肉一旦减少，身体的新陈代谢也会跟着下降。这时候脂肪特别容易堆积在肚子，膝盖开始疼痛，走路容易失去平衡。我常常跟病人这样比喻：你的身体就像一台车子，肌肉是引擎，关节是轮胎，血液循环就像润滑油。如果你每天不发动这台车，润滑油会前掉，引擎会卡住，车子就越来越难发动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每天不活动身体，肌肉会萎缩，关节会僵硬，血液循环会变差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好消息，越少运动越快变弱，但这件事是完全可以逆转的。医学已经证明，即使你现在60岁、70岁，只要开始做对的运动，肌肉还是会重新生长，关节还是可以变灵活，平衡感还是能够恢复。你不需要变回年轻时的样子，但你可以让自己活得更有力量、更有自信、更有尊严。所以今天我要带你学习3个动作，这3个动作不需要任何器材，不会让你受伤，而且每一个都有科学依据。今天就跟我一起学这3个动作，让身体重新启动。记住，运动不是为了变年轻，而是为了让你能够继续做你想做的事，提孙子、爬山、旅行，甚至只是安心的弯腰绑鞋带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开始第一个动作，臂式伏地挺身，也就是推墙运动。在讲解动作之前，我想先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位病人叫张雅婷，今年56岁，住在台中。她来找我的时候，主诉是经常头晕，手臂无力，连拿炒菜锅都会发抖。我帮她做了检查，排除了心脏和血压的问题之后，发现她的上肢肌力非常弱，而且她已经很久没有做任何运动了。我建议她每天早上做推墙运动。一开始她半信半疑，但2个星期之后回诊，她告诉我：医师，我现在拿锅子不会抖了，而且肩膀也比较不酸。这就是推墙运动的力量。现在
让我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做。第一步，站在墙壁前方，距离大约60公分，双脚与肩同宽，把2只手掌平贴在墙上，手的高度大概跟肩膀一样高。第二步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慢慢让身体往墙壁靠近。这时候，你的手肘会弯曲，胸部会慢慢接近墙面。记住，你的身体要像一块木板一样保持挺直，不要让腰部塌下去。第三步，吐气的时候，用手掌的力量把身体推回原位，感觉你的胸肌、手臂后侧的三头肌再用力。这个动作建议你一次做10到15下，一天做2到3组。那这个动作到底有什么好处呢？首先，它可以增强你的胸肌和三头肌，这2个肌群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到的推门、提重物、抱小孩，全部都需要这些肌肉。根据梅奥诊所在2021年的研究，推墙运动还可以改善姿势，减少肩颈酸痛的问题。第二，这个动作会启动你的核心肌群，也就是腹部和背部的深层肌肉，帮助你维持平衡，走路更稳。我知道有些人会担心，医师，我手很没力，做得起来吗？没关系，如果今天你只能做5下，那就做5下。肌肉是有记忆的，每天多做一点点，他们就会记得怎么变强壮。请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今天能做几下推墙动作？这不是比赛，而是让我知道你真的开始行动了。接下来是第2个动作，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动作——椅子深蹲。我要先告诉你一句话：如果有一天你从椅子上站不起来，那才是老化真正的开始。深蹲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它其实是维持生活自主能力最关键的训练。想想看，你每天要做多少次坐下站起的动作？从床上起身，从马桶起身，从沙发起身，从餐桌起身。如果你失去了这个能力，你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尊严。根据老化研究期刊在2020年发表的研究，每周做3次深蹲训练的60岁以上长者，跌倒的风险降低了23%。这不是小数字，因为对老年人来说，一次跌倒可能就会造成骨折、长期卧床，甚至失去行动能力。所以，椅子深蹲不只是运动，它是保护你未来10年、20年生活品质的关键。现在让我教你正确的做法。第一步，找一张稳固的椅子放在你身后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脚尖微微向外，大概呈11.05分的方向。第2步，双手可以向前平举，或者轻轻扶着桌子保持平衡，然后慢慢的往下坐，想象你的屁股要轻轻碰到椅面，但不要完全坐下去。第3步，非常重要的一点，膝盖不要超过脚尖。如果你的膝盖往前跑太多，会增加膝关节的压力，你要让重心放在脚跟。想象你是用屁股往后坐，而不是用膝盖往前蹲。第4步，碰到椅面之后停留2秒钟，然后用大腿和臀部的力量慢慢站起来。站起来的时候记得吐气。一开始建议你做10次位1组，一天做2到3组。如果你觉得这样太困难，我提供你2个变化版本。如果你比较虚弱，可以轻轻扶着桌子或椅背，让自己更稳定。等你的腿力变好了，再放开手。如果你已经做得很轻松了，可以双手抱着1瓶水或1袋米，增加重量，让训练更有效果。椅子深蹲训练的是你的大腿前侧肌肉、股四头肌、大腿后侧肌肉、腿后肌，还有臀部的臀大肌。这3个肌群决定了你的行动能力、爬楼梯能力，还有维持平衡的能力。我在门诊常常遇到病人说：“医师，我膝盖不好，不能蹲。”其实，如果你的膝盖没有发炎或急性疼痛，适度的深蹲反而可以强化膝关节周围的肌肉，让膝盖更稳定。当然，
如果你有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，请先咨询你的医师，再开始训练。最后，我想跟你说，不要急着做到完美，重点是今天有做。你今天可能只能做5下，明天可能可以做6下，1个月后可能可以做15下，这就是进步。请你今天就试一次，看看自己能不能连续起身10次，然后再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感觉。第3个动作叫做核心平板支撑，英文叫做 plank。很多人听到核心这2个字，会以为就是腹肌，以为只有年轻人练6块肌才需要训练核心。但我要告诉你，核心不只是腹肌，它是你全身的安全带。核心肌群包括了腹直肌、腹横肌、腰背肌，还有骨盆底肌。这些肌肉就像你身体的地基，所有的动作，走路、转身、弯腰、抬手，都需要核心肌群来稳定你的躯干。如果核心无力，你走路会摇晃、弯腰、会闪到，甚至连咳嗽都可能让你腰痛。根据哈佛医学院在2021年的研究，加强核心训练可以降低30%的慢性下背痛风险，这对50岁以上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保护。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做平板支撑。第1步，趴在地上或瑜伽垫上，用手肘撑地，手肘的位置要刚好在肩膀的正下方，前臂平贴地面，双手可以握拳或手掌贴地，看你怎么舒服。第2步，用脚尖和手肘撑起身体，让你的身体从头到脚成一直线，想象你的身体是一块木板，不要让腰部往下掉，也不要让屁股翘太高。第3步，收紧你的腹部，感觉肚脐往脊椎的方向缩，同时保持自然呼吸，不要憋气。第4步，撑住这个姿势，从10秒钟开始，如果你觉得可以，就撑到20秒、30秒。一开始建议你做3组，每组10到30秒，组间休息30秒。如果你觉得标准的平板支撑太困难，我提供2个变化版本。初学者版本，跪姿平板支撑，做法一样，但膝盖驻地，这样可以减少负担，让你先是阴核心用力的感觉。进阶版本，桌面支撑。如果地板对你来说太低，你可以用桌子或流理台把手肘撑在桌面上，身体斜斜地撑住，这样会比较轻松。训练核心肌群的好处，除了减少腰痛，还包括改善姿势，增加平衡感，让你在做其他运动时更稳定，更不容易受伤。我知道平板支撑对很多人来说很辛苦，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，可能撑10秒就全身发抖。但是我要跟你说，不要跟别人比，你只需要跟昨天的自己比。今天你撑10秒，明天可能撑12秒，下星期可能撑20秒，这就是进步。请你每天多坚持5秒钟，就算只有5秒，也是在累积你的力量。好，现在你已经学会了3个动作：推墙运动、椅子深蹲，还有平板支撑。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会问，医师，那我应该怎么安排练习呢？每天都要做吗？我帮你设计了一个简单的7天循环运动计划，让你可以轻松执行，而且不会过度疲劳。星期1，推墙运动加上椅子深蹲，各做2组。星期2，轻松散步20分钟，你可以在捷运站出口附近走一走，或者在公园绕2圈。重点是让身体动起来，促进血液循环。星期3，椅子深蹲加上平板支撑，各做2组。星期4，休息日，做一些轻度伸展，可以伸展大腿后侧、小腿、肩膀，让肌肉放松。星期5，3个动作，连续做1轮，叫做循环训练，推墙10下，深蹲10下，平板支撑20秒，中间不休息。做完1轮后，休息2分钟，再做第2轮。星期6和星期日，到夜市走走，或者去公园散步，用手机计步器记录你的步数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发布的指引，
50岁以上的人每周至少需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，这听起来很多，但其实每天只要20到30分钟就够了。而且运动不一定要很激烈，重点是规律、持续，你不需要气喘吁吁、满头大汗，只要让心跳稍微加快，身体微微发热，就已经有效果了。记住一句话，不需要完美，只需要坚持，这才是真正延缓老化的秘诀。运动就像每天刷牙一样，应该成为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不是额外的负担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：每一次起身，每一次推墙，都是你对时间的胜利。你今天学到的这3个动作，可以帮你找回3样东西：力量、平衡，还有自由。力量让你能做想做的事，平衡让你走得更稳，自由让你不需要依赖别人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的家人，让他们也一起动起来。健康不是一个人的事，而是全家人的事。也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会继续为你带来实用的健康知识，一起守护健康与自信。最后，我想请你想象一个画面，阳光透进你的客厅，你微笑着开始做今天的第一个动作。你的身体会感谢你，你的家人会以你为荣，而你自己会越来越喜欢现在的自己。从今天开始，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强壮、更健康、更有活力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